星期日放假，蚯蚓仔仔佢咧就將自己切開兩份，就拎去就走去打羽毛球。跟住媽媽見到之後咧，佢咧又將自己切開4份，就拎自己就走去打麻雀。跟住無聊嘅蚯蚓爸爸咧，佢咧就俾媽媽同埋佢仔仔咧就啟發到刺激。咁爸爸佢咧就將自己咧將自己咧即係個砧板上面，唔係砧板上面咧就切到自己奄奄一息。跟住媽媽聽到呢個消息之後咧，就即刻咧又驚訝又傷心嚟講：爸爸你想做乜嘢啊？爸爸就話啦，我想去踢足球。